機嚟嘅喎。係啊，因為我哋香港咧有啲天橋咧都係太斜，對於長者或者啲行動不便嘅人士咧係有啲困難㗎。我哋一齊睇下。喺上水太平村附近嘅呢一條迴旋天橋，連接上水港鐵站同埋北區醫院，成為往返醫院求診嘅病人嘅主要通道。天橋附近仲有一間護老院，坐輪椅嘅公公婆婆都要經佢出入㗎。對於住喺附近嘅居民嚟講，呢條橋咧可以話係每日嘅必經之路，但係佢哋對橋都怨聲載道，有好多嘅不滿。呢位李婆婆每個星期都有幾日要經過天橋去護老院做治療，同埋去附近嘅商場。護理人員要推住婆婆上天橋，又覺得點呢？係好辛苦啊，因為呢條路真係太斜，中間咧又冇地方俾我哋停留啦，所以為咗慳力啲咧，我有陣時我會 S 型咁行咯。天橋咁斜，推上去就梗係辛苦啦。落嘅話都有潛在嘅危險，張姑娘唯有調轉嚟推，將發生意外嘅機會減到最低。究竟呢條橋係咪真係斜啲呢？我哋用呢個壘球做一個測試。將壘球喺天橋嘅高位起點碌落嚟低位嘅終點，距離有9米，需時係要4秒。相同嘅實驗，再喺位於上水舊墟嘅一條天橋上再做一次比較一下，相同嘅距離，個波碌過去要6秒。可以睇到連接北區醫院喺太平村嘅天橋真係比較斜，咁究竟斜咗幾多呢？我哋利用斜度儀放喺天橋唔同嘅地方，實地量度，發現天橋斜度平均角度有7至到8度，比例大約係1比8.33。根據屋宇署嘅設計手冊，斜度理想坡度係1比10至到1比15之間，即係大約3至到5度。換言之，位於上水舊墟嘅呢一條天橋就合乎標準啦。相反，太平村嘅天橋坡度係大過1比10，就代表太斜，存在住險。咁條橋咁斜啦，坐輪椅嘅市民上路都幾危險嘅喎。咁如果唔行呢條橋，仲可以行邊度呢？其實太平村對出啦，喺白和路側邊咧都有條橋過火車站，嗰條橋檔咧其實都係有提嘅。問題就包括，如果要改行百和路，即係南路，真係遠咗。由北區醫院去到上水港鐵，只要多5鐘，加上成條路冇遮冇掩，好天曬落雨淋，對長者同埋坐輪椅嘅人士嚟講，真係一件苦事。曾生曾經建議喺太平村村口呢度增置一部升降機，方便市民上落。可惜當局一直都未有積極回應。希望有關當局咧，盡快可以改善呢一區嘅交通設施咧，將發生意外嘅機會減到最低。另外咧，提提大家啦，喺香港中央圖書館咧就有一個德國嘅插畫展，入邊有13位德國插畫師嘅作品，同埋一啲咧係國際知名大師嘅傑作㗎。咁展覽會咧會喺今個月嘅27號咧就結束㗎啦。中意咧美術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啦。好啦，喺一個咁特別嘅日子，我同 Gigi 咧祝大家一個特別開心嘅晚上啦。聽日再同大家東張西望。